你哋好，我哋做人最重要兩件大事，邊兩件呢？第一件，我哋最重要保住自己條命，冇咗命，點樣去做大事呢？你話係咪呢？第二件事就係安全第一。如果我哋冇安全第一嘅，點可以保住條命呢？你話係咪啦？記住啊，朋友，兩件大事，如果你收到嘅呢，你就好啦。如果你真係做到嘅，咁就最好啦。係咁先啦，唔係乜嘢啊。